为关怀照顾弱势族群，立法委员陈廷辉甲市员陈义珍结合朱分市管理委员会、不做不生会、顾问团等单位，在日伫朱分市关注境内大兴里、大公里、小北里、正甲里、北门里等5里的低收入户，白米4公斤以及民生物资，望会当将爱心传达到每一个角落，互弱势朋友嘛会当温暖欢喜迎接新年。朱分市呢每一档过年过节拢有送着这个所有里面这个低收入的来补助的资币补助的对地方的关怀来奉献啦希望咱每一届拢有当加油每一届拢有当来辅助咱地区所有一寡低收入户。互因一个温暖。朱分市用抛砖引玉的方式，尤其因对咱无专主委、副主委，甲咱所有委员大家做伙，集咱信众大众的力量，将这力量来分散给大家，照着咱的理念。所以咱嘛感谢着咱5里的理念甲着咱区公所的协助，嘛希望讲照着每一个人的爱心，会当互咱弱势朋友感受到讲，其实因并无孤单，大家拢是关心伊的。我想真感谢咱朱分市咱的主委跟咱所有管理委员会大家爱心那集结我们所有的里长，包括公所那也希望说把这些弱势的朋友照顾好，也让弱势朋友能够感受社会的爱心。那我想也即将过年了也让大家能够寒冬中感受到这个温暖也非常感谢这个慈云寺的爱心。陈廷辉表示，感谢各界热情相挺，将资源转化为实质，关怀照顾到弱势族群。主委杨慕全则是指出，希望这个举动会当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带领更多人共同关怀弱势族群。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